Hello，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又要講下嗰班小丑兵團。大家都知道啦，河馬啦，同埋佢哋呢啲人或者成員啦，都好中意話人哋係發盲。雖然呢，好多人呢都講話呢件事呢，基本上可以唔需要回應嘅，但係我覺得有啲嘢咁好笑，應該開心 share 俾大家嘅。就係首先由公公講到話大是大非，唔好講是非開始到而家，將河馬最重要嘅部分由佢發佈嘅呢，就避而不談喎，而且好明顯呢，就夾硬嚟將一啲根本唔屬於大是大非嘅嘢就向外公佈。咁當一啲聰明嘅網友呢發現到個要點嘅時候呢，就提出話俾佢聽，呢啲係人哋嘅家事嚟嘅喎，唔屬於大是大非嘅。佢竟然答佢關你咩事啊？佢話佢中意講喎，咁啱嘅，把口生喺佢度，佢中意點講都得嘅。但係如果公公佢係將一啲法律上嘅文件呢，特登掩蓋咗一啲事實嘅真相，而將一個意思呢歪曲成一個唔係事實嘅嘢，仲要大大聲咁講。如果你有證據，你就拎出嚟啦。而我多次講咗俾佢聽，我已經拎過出嚟啦。你唔好扮晒嘢，就扮睇唔到。而今次最重要嘅部分呢，就關於係你所發出嘅呢封信啊，唔好以為咁樣就可以屈到落我身上啦。見到我有名就當係我噶啦。同埋我終於明白點解你成日口講話供咗4期之後呢，就唔肯供。如果大家曾經睇過呢張由佢發出嚟嘅法律文件呢，冇錯，個名係其中有一部分係我嘅，因為層樓呢係聯名嘅。但係大家留唔留意到喺2021年嘅時候，呢封信係用法援去回覆㗎。而喺2021年至2024年之間，即係呢封律師信所講嘅日期上面啦，由於我仲有物業喺手，我係冇辦法申請到法援，所以其實呢封法律文件呢係屬於阿梁生，即係我先夫嘅啫，唔代表呢封信呢係屬於我而俾人入稟追討㗎。咁點解我拎唔到證據啊？由於個先夫係用一啲咧類似虛假文書有瞞騙嘅文件去申請呢條借貸記錄80萬，即係所謂嘅空中釘。咁由於呢一筆債項係屬於嗰位先夫單人所借嘅關係啦，基本上我係完全唔知情，亦都收唔到你所發出嘅文件嘅。但係咁唔代表唔關我事，你公佈咗部分我嘅個人資料喺有關於呢一封法律文件嘅信上面，如果係完全唔知情，亦都冇同意嘅話，我係會必定追究嘅。我亦都唔明白乜嘢叫做 cargo 好心急想收錢，你究竟想向我收啲乜嘢錢呢？仲成日恐嚇我話什麼收數佬啊之類等等嘅說話，就夾硬將呢封信連同嗰位梁生嘅公公一齊去追討，然後就鬧我係發盲。最好笑就係你提出嚟呢封手寫信嘅證據啦，提及到幾年幾月幾日啦，由姓董嘅俾咗另外一位姓董嘅520萬現金，大家可以注意到嘛？現金咁即係話佢曾經係會有提取過呢筆錢嘅記錄啦，定係你嘅意思係話本身佢就有好多 cash flow 喺屋企嘅？而呢個人係點能夠知道呢位姓董嘅俾咗現金形式520萬俾我呢？而基本上層樓個 cost 係200萬，何來點解咩原因我又要可以攞到520呢？講咗好多次咧，大話係怕計數啊！嗰位先夫仲夠膽對外聲稱我爭佢180萬，又或者係公公佢自己講出嚟，用佢自己嘅方式去演繹出一啲咁嘅數字，夾硬咧就話我欠款。再加上咧，我有啲相片已經經由法庭上面判決咗，我係曾經付款俾呢位或者呢位先夫所持有
而且係 over 咗呢個 budget 㗎咯。而點解可以證明到就係天網恢恢啊？佢鍾意耀武揚威，影低啲 cash flow 啦，或者一啲證據啊嘛。而呢啲證據呢，我所提出嘅全部都由我先夫所發布嘅，咁更加冇可能係我自己去偽造㗎啦。初時我諗極都唔明啊，點解我俾完又可以再追，法庭判咗又可以再追呢？而且啊，最重要嘅就係追討呢位人士已經過咗身啦，咁點解你係用第三者嘅身份去再追啊？你無限咁碌，無限咁纏繞我，就係莫非想搏攞完又攞啊？你既然係證據確鑿，所有資料文件、人證物證都齊，做咩要用啲咁嘅手段、咁嘅方法去追討呢？仲要成日久唔久寫埋啲恐嚇嘢，乜嘢收數佬會揾到你啊？一陣間轉頭話什麼貓哥啊，我真係唔知佢係邊個，又話避得一時避唔到一世啊，知道後果呢啲咁嘅字眼啊！我已經覺得咧，因為俾你哋咁樣發布而構成咗我無數次受到威脅啊，以及嚴重嘅滋擾，仲要個滋擾係延伸到我全個家庭成員都有份啊！避乜嘢啫？你咪話有我地址成日影相咯，我幾時有避啊？唔好前言不對後語，成日講大話啦，好唔好啊？亦都可以證明到你哋用一啲不法嘅手段去持續性滋擾恐嚇，以及呢係瓜分我嘅財產啊！而至於當初交易呢一層樓，點解對方要求要以現金形式去交收呢？就係因為人哋想瞞政府啊。不過呢啲嘢我就唔理啦，亦都唔想知。既然你哋係有咁嘅要求，我已經俾咗啦。但係至於各位先夫有冇俾返佢哋呢，我就唔知啦。而你唔可以用呢個藉口攞完又攞㗎，你明唔明白啊？你覺得以咁嘅方式去追討係一個合法嘅手段，咁你哋成班小丑兵團就要聽住啦。講過不斷做會不斷錯，人多手腳亂，到而家都唔懂得點樣去學精啲，仲學人講呢啲係大是大非啊！係你哋串謀想詐騙我啲錢，而當中有冇涉及到你哋自己瓜分嘅利益呢？就要等一啲有關嘅部門去調查一下啦。而家可能啲人會開始明白點解家事我都會回答呢，就係有啲人竟然可以用啲咁嘅手法啦，有組織計劃地去企圖想詐騙我嘅個人財產啊！手法係易層出不窮啊！亦都希望藉着咁樣嘅事件呢，我呢個人版可以警惕世人，亦都希望能夠令到所有人更加清楚、清晰了解呢班小丑兵團喺度做緊啲乜嘢。選擇 channel 嘅時候，係咪會揀一啲咁嘅類型去支持呢？定係咁樣變相係助長？就希望大家自行定斷啦。啱㗎，佢寫 I am back 㗎嘛。有個網友即刻寫啦 ，Yes, I am back to the jail soon 啊嘛。嗱，呢班兵團越來越現出佢嘅真身啊！咁好多嘢呢都可以睇穿睇透尾，唔好以為成日話好玩啦，好鍾意覺得好過癮，咁越玩就越大鑊，遲早呢，佢哋自己所聲稱刮嘅窿啦，越刮越深同埋越刮越多嘅時候呢，睇下邊個會跌落去啦。亦都要睇下啦，有幾多隻雀仔會跌落水啊！亦都希望啦，所有人睇清睇楚，有啲扮中立正義點樣威風凜凜着嗰套假 copy 嘅美國隊長嘅制服啦，做埋一啲假嘅資料啦、新聞啦，去令到人哋更加相信佢係屬於正義嗰邊啊！好啦，今次呢，我暫時講住呢度咁多先啦，希望大家滿意收貨喎。如果鍾意我呢條 channel 嘅話，記得入嚟嘅時候聽完撳一撳 subscribe、like and share， 留建議性嘅 comment， 最好推介唔同嘅人一齊睇下。咁下次再分享過喺度同大家講一聲，拜拜。